我觉得可以在森林里面工作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。然后有一次我在应该是一棵扁柏上面，然后也是因为其实只有采种子的时候，我们会进到很深山的森林里面。基本上平常修树或是带客人的课程都不太会进到很深山，因为就他们不可能就是进到山里面，太不方便了。然后那一次是采扁柏的种子，然后虽然那一天下大雨，天气又很冷，然后已经是工作的最后一天了，我们已经前面在山上待了5天了，对。但是那一次爬到树上去，我觉得我感受到了非常平静的感觉，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词叫做 inner peace，就是内在的平静。对，然后因为未来其实你如果担心的话，你会焦虑，然后过去的话，你会可能留恋吗？我觉得未来跟过去都是一个怎么讲，一个阻碍。但是如果当你有内心很平静的时候，你就是活在那个当下。我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那一次在树上，我就很明显的感受到非常非常的平静，然后就是专心的做我的工作。这样，我觉得那个给我的感受蛮冲击的，因为可能平常工作的时候就很忙啊，然后要顾到客人的安全啊之类的，对，就是跟平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那个是我觉得最近一次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工作的瞬间。姑说牙科工作本身没有缺点哦，没有任何缺点对你来说。有缺点。我觉得每一个工作都一定有辛苦的地方，对。但就是因为有这些辛苦，所以你才会突破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，这样就是成就感的来源嘛。